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，伫昨昏半暝3点外，伫高雄的灵雅区新公路一间超商的旅店馆，互疑似伊的前男朋友摕刀刣30刀，凶手了后全逃走。警方伫15点钟后，伫左营有抓到凶手，移送法办。一路位超商互人摕刀捉入喷，23岁姓吴旅店员到个店门口喊救命。台南的姓叶前查甫朋友也是无要放手，热心民众提出高尔夫球杆来阻挡，前查甫朋友才赶紧逃离。不过旅店员已经互人扑30刀，双手双脚拢是刀伤。警方伫15点钟了后，在左营素食店摕到2把暗长的嫌犯，为身躯敲出一支水果刀啊！在今天的晚上6点45分，我们在左营大路一带来逮捕这个余姓嫌疑人。也在他的身上取得作案工具水果刀1把，另外还有他穿着的衣服以及手机平板等等这些赃证物。旅店员是伫今年4月甲对方分手，不过依然被警方搜缴，才去申请保护令。今年中，姓叶的查甫人佫因为违反保护令接近女方上班地点，互警方具体告函成案标准，佫伫8月2被放出来。跟你说他申请过保护令，有跟我说，他们大夜班也有跟我讲过，你不要太靠近他，他也怕我有危险。高雄市社会局有去到看守所找他，跟他开导。无奈就是说，人家政府的政策就是说，等这种事情发生的要怪谁？旅店员伫急救了后手术顺利，嫌疑查甫人被抓了后，警方以杀人未遂者罪嫌上班，佫建请法官羁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